男圈第四場開始咗啦，一線有顯氣工程同慶龍，二線有海膽仔，三線有聯輝月進二龍，四線有聯海冷氣有二龍，五線有海長龍嘅。而家暫時見到領先緊嘅係四線嘅聯海冷氣有二龍，跟住落嚟接住嘅就係有聯輝月進二龍嘅，跟住就係顯氣工程同慶龍同埋海長龍，仲有海膽仔都好緊貼住嘅。接近終點可以見到係顯氣工程同慶龍領先緊，跟住顯氣工程嘅就有海長龍同埋聯海冷氣有二龍，仲有聯輝月進二龍同海膽仔嘅。